来看气象署预测，今年的春季雨量是正常较少寡。目前北部佮中部水库的水量一直在减少，石门佮鯉鱼潭水库水量是剩无到4成咯。水利署昨昏甲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佮台中地区的水情灯号调整做青灯哦，会来管控农业用水，鼓励各产业爱省水。 德基水库、跳水区也阁有水，但是会使明显看到岸边的山坡已经有看到土的状况。气象署评估未来一季落雨是正常甲偏少，为着应应大水期的供水挑战，经济部成立苦旱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，决议为19号开始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甲台中地区水情灯号调整为水情提醒的青灯，将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以及台中的水情灯号转为绿灯。 那这是要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，而且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来管控农业跟产业的用水。水利署表示，目前北部石门、中部鯉鱼潭等水库水量下降，除了大水期落雨偏少，农业春景灌溉用水需求也是原因之一。目前也甲农业部合作，管控各水库灌溉用水出水量。另外，也请各县市政府鼓励产业自主节水5%至6%。 第一个产业的部分是要自主来节水，产业自主的部分就是能够达到6%，然后民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自主来节用水哦。目前本市提供9处水资源回收中心水源及新建筑工地地下水作为次级用水的使用，提醒各界及市民持续节约用水，以延长水库供水时程。 自来水公司第4区管理处强调，供应中部用水的鯉鱼潭甲德基水库已经有联合运用措施。台中市经发局是表示，全力配合抗旱措施，已经提供9位水资源回收中心水源甲新建建筑工地地下水搁再利用。另外，南台湾的水情，水利署是讲目前也阁算稳定，会持续来关注后续跳水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